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寒流来，今仔台南以北甲宜兰拢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金门马祖只有5度。气象局嘛预告8月开始温度会回升。过来，今仔增加4例本土病例，3例是居家隔离的时阵确诊，对社区影响无大。过来疫情已经明显缓和。卫生福利部公告，今仔正式开放福岛5县市的食品进口。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强调，会比国际严格规定来把关。先开始来看寒流来，天气是真寒哦。今仔台南以北甲宜兰拢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金门马祖只有5度尔。气象局预告8月开始温度就会回升，日8连假天气阁袂歹，这几天哦嘛是阁会真冷，甚至温差会真大。医师嘛提醒有心血管疾病的病人，阁有老大人，一定爱穿好烧。病院救护车的声，规暗时淡薄休困。有心脏科医师一暝就收3-4个心脏拍气的患者，甚至有患者伫到病院进前就死亡。天气寒，温差大，医师表示，这个寒冷的季节，心血管疾病较会压起来，造成三高、坐血族群、血压无稳定、破心，甚至是雄死亡情形。提醒相关的族群，若是出门一定都要穿好烧。如果室温假设是10度的话，我们体表温度大概36度、37度，所以中间的温差高达20几度。当你的皮肤直接接触到冷空气的时候，血管会收缩，这时候会比较容易产生一些血管性的事件发生。受到寒流的影响，全台湾气温拢真低，是今年寒冷以来上介寒的一波冷空气。台南以北甲宜兰拢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特别是伫金门甲马祖，低温是存无5度。8月的气温虽然无前一天遐尔寒，不过回升的幅度有限。到拜三进前，全台湾也是会落雨，天气较凉冷、较湿湿。尤其北部、东北部整天都容易有雨，降雨是相当持续，而中南部地区则是比较属于短暂雨的形式。但整体来说，到了周4、周5之后，水汽会逐渐减少。好消息是，以目前的资料看起来，228连假的天气应该会是比较舒适稳定的形态。气象局持续发布低温的特报，尤其伫金门甲马祖明显是真寒。拜2、日的寒流有减弱，气温会阁回升一挂。不过拜3北部阁有另外一波冷空气的落南，气温会小可降低。我拜6礼拜的时阵，温度才较小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有一寡农民真烦恼讲寒流来，菜色会当甲着伤，所以赶紧去产日会当收的就先收哦。因为目前一期稻作打报产，农民哦嘛提悬因产的水位来斗相共保温。天气寒时时，搁咧落雨，农民穿着雨靴，透早就去田里无用采收菜裤。虽然这温度只有10度左右，不过农民烦恼种3个月通好采收的菜裤，会因为落雨继续蓄水就闭开，恐惊到时阵拢乌有啊。哦，会闭开对。啊，闭开就无人熬。变做无效。会坏掉了。工课嘛做歹做。所以咱今日几暗安尼，就爱较紧来收。阮5点半。另外一边也有农民伫咧无用采收花椰菜，农民表示旧年花椰菜价销低，不过今年因为真少人种，即马价钱还佫袂歹。不过惊讲这寒流佮落雨会影响收成。落雨雨会愈严热。好。所以这2天安尼有影响。这2天寒佮落雨也袂开啊。目前当日是早冬伫我的报产期，有农民来到田里寻产水，因为拄播落去的黄仔惊寒，就赶紧引产水来增加温度。因为打播落的因黄仔有砍迄个篷布啊，会较甜身啊。播落的若拄着像安尼寒流，伊叶啊尾超会大的。云林县农业处呼吁，这几天也是会出现低温，请农民就要加强农作物的防寒措施。若准出现灾情，会当向在地公所通报，公所会协助翕熟准证，日后再来争取到天然灾害救助。记者综合报道。昨桃园复兴山区学校哦，只有3-4度尔。加在进前行政院公布讲，各中小逐班拢爱有冷气的政策，所以山区的学校伫1月底嘛已经装好冷气咯，嘛有烧气的功能，所以即马学生伫学校嘛有烧气通吹。受到入冬以来上强的寒流加华南混合大影响，全台湾的天气是湿个冷。伫咧过去寒流来的时阵，桃园市复兴区山区学校的囡仔，就算穿外套，也是寒甲皮皮喘。即马教室拢有暖气，囡仔拢真欢喜。没有暖气的话，是不是觉得蛮冷的？哦，
那上课的话怎么办？这么冷怎么办呢？就很不舒服，想要穿外套，穿外套还是很冷。那今天开了暖气，有没有觉得很舒服？有。以前没有暖气的话怎么办呢？就会很冷了。那冷到什么程度啊？冷到冰块的时候。邮政院进前宣布，逐班拢有冷气，包括冷暖气机，提前伫1月底拢已经准好势，也开始试跑。这边拄到入冬以来上强的寒流，拄好会当用。今天呢，我们也第一次开着暖气，设定在24度。那么我相信今天到教室的师生跟在外面的师生，这2种不同的一个温差，感受到很深。复兴区因为位于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学校都有选择含有冷暖机型的空调，教育局有授权学校可以自行使用暖气。教育局讲，复兴区的学校总共有326台暖气，使用暖气机的规范，目前也搁伫咧讨论。原则上，只要是发布限流，学校就让家己开，提供囡仔舒适的读书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咱国内今仔新增加45例境外病例，4例本土病例，有3例是伫居家隔离的时阵转做阳性对社区影响无大。一例是境外一例解除隔离了验到病毒，所以改列做本土病例。一例是甲新北市设计师的传播人有关系。另外，防疫旅馆某一例改列做本土病例。咱来听指挥中心第一部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有4例。那境外移入的案例有45例，有3例都是居隔阴转阳那唯一1例不是阴转阳的我就是怀疑，就是说应该是应该是比较属于是本土所染的它是有前后的时间跟198、13在同一个餐厅用餐。但是现在还不看到那个时间的连接，但是确实跟19665是有时间的连接性，不过它的来源也是清楚的，所以这将跟大家表2028就改列本土的案例，防疫旅馆里面相关的案例1例是改判，那1例是那个关联的移动，在12月以来总共有14家防疫旅馆。案件现在并没有增加，就增加1例，22例研判为旅馆相关的感染。那其中的20例由境外移入改列本土。来看，咱国内有一个带病入境按2008，对中国入境31天后才验到病毒。这案因某伫今仔日嘛确诊，2个人甲新北市为着病设计师要去共一间餐厅食饭。指挥中心嘛甲这案改列做本土病例。另外，因公司按算讲，今仔会宣布讲，确诊者嘛毋免隔离咯。咱台湾嘛拍算要伫后个月未解封，专家嘛建议讲，民众得爱赶紧去注预防针，才有法度甲病毒共存。国内新冠肺炎疫情20新增加4个本土病例，66个带病入境，其中台北市一个50多岁查甫人，也就是暗号200028。1月18为中国入境，居家检疫的期间甲期满采检拢是阴性，后来因为爱出国，2月18自费做 PCR 采检阳性确诊，CT 值是29，目前在做是带病入境。不过有感染科的医师就认为讲，为着 Omicron 的潜伏期是真低，个案伫咧外国感染的可能性真低，无排除是伫咧国内活着的。它是有可能是在解隔前后那段时间感染的可能性是有的那当然你也不能完全排除它是境外就把病毒带进来，只是没症状然后到了30天才被我们抓到。不过这个几率相对上是比较低的。另外，英国按算8亿宣布甲病毒共存的方案，可能会加做欧洲头一个批准确诊者免隔离的国家。针对这点，有国内医师就表示，英国12岁以上的人口有85%已经注过2档疫苗，而且有2/3的人口注过3档。倒来看台湾的疫苗注射率，第3档敢若有3%5，还未达到群体免疫的条件。不过建议政府会当考虑甲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的确诊者改做是伫厝内隔离。等第3剂的施打的涵盖率到5-6成以上，那假如这时候不见得就一定要在所谓的隔离检验所去做相关的一些隔离，或许就可以逐渐的改成是否，假如说有一些轻症或无症状的，那转成有所谓的居家隔离的政策。
专家强调讲，台湾的边境按算伫3月份会部分解封，民众嘛要学习甲新冠病毒共存，所以除了依次接洗手、挂嘴安等等的防卫措施，嘛建议民众都要赶紧去注疫苗来提升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因为接触确诊者，也是捌甲确诊者去过同款的所在，防考讲爱隔离。中央伫18宣布讲，对去年12月14到2月18哦，防考讲爱隔离的民众会用中央的专业来补助。也毋过伫屏东哦，有民众准备要对防疫旅馆退房的时阵，雪防要求讲爱签同意书，若是补助无够的费用，就爱家己付哦，这嘛引起争议。屏东有民众打出同意书，指出20号退房进前，防疫旅馆透过来传予伊这张同意书，而且要求退房期间爱签完。毋过伊质疑，中央18号已经宣布，被要求隔离的民众住旅馆的费用全部补助。屏东县政府却要求先扣掉500块的补偿金，付予防疫旅馆，若无够额，搁要另外付钱，引起争议。你住防疫旅馆，不好意思，钱要自己付哦。几落工前，有屏东的民众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到确诊者被强烈隔离，带入去旅馆，爱家己缴3万外块，家己去影片，批评尚无合理。嘛，因为各县市的补助标准无同款，为着要解决民众被要求隔离自费的争议，中央已经决定，去年12月14号到今年2月18号被强烈隔离者住的费用全部补助。签署的书是针对24号以前的。那防疫旅馆那时候通知不及哈，那可能有一点小小的一个这样的误解哈，让产生民众的一个整个这样的困扰哈，府里面真的是有点愧疚了哈。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中央全额买单，县府就会依照中央的规定去办理后续的全额补助。针对民众质疑爱家己付差额。县政府澄清是时间差产生的误解，中央全部买单，县政府嘛按照规定全部补助。同意书对今仔日开始暂时无要发放。记者李小燕、赵冠屏东报道。再来看有集中检疫所民众哦，不满讲亲戚朋友送一寡四手啊饭菜来，结果饭菜互变过，汤仔饼嘛互检查甲脆糊糊，讲伊袂输那像犯人咧，真无受到尊重哦。医学会执行长王必胜长嘛伫面册播影片表示讲，伫集中检疫所有影是会抽查食物，嘛讲哦，因为捌发现讲伫饭菜四手内底有人掺粉，甚至有发现掺毒品，所以才会严格来检查。录一下，好，录一下。好 ，OK。用度假便当小晓一个，上下骹竟然有1包粉，另外一碗也同款。有网友正正伫咧社群媒体破文，讲伫检疫所的出来人，朋友到三共送物件来的时阵，毋拿饼互人拍开，洋芋片、巧克力拢吹起，便当的饭菜个人晓过，若是食物被感染要安怎？那事实上，我们在这里面也查过哈，有多起的哈，里面有放相关的违禁品，甚至是相关的这些我们不喜欢的这些毒品哈，简单就这样讲。那这些在进去对整体的一个管制是不好的。对外界认为，要带伫咧集中检疫所民众的食物，袂输敢若伫咧对待加甲被犯人。医学会执行长王必胜也抛出几落件伫外送物发现违禁品的影片。除了粉、高粱酒，甚至还有毒咖啡包。王必胜讲，外送物毋是逐件拢会检查，只敢抽查有怀疑的，来保护其他住伫内面的民众。但是两讲以后做法也要注意。有这样的情形，有这样感觉，我们会提醒他在做相关检查的时候，能够尽量不要就是说破坏或让觉得不舒服了。王必胜讲，有怀疑的物件查出违禁品的比例真悬，集中检疫所成立以来，差不多收到8万人次，是国家检疫隔离系统最后一道防线，所以一个感染管制加公共安全方面爱负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前美国国务卿庞贝奥伫任内，捌真侪届公开小挺咱台湾，嘛真受到台湾民众的尊重。外交部嘛证实讲，庞贝奥会伫3月初2到初5来咱台湾访问，会甲总统蔡英文见面，嘛安排演讲。学者嘛认为讲，庞贝奥来台湾访问，嘛有美国小挺台湾对抗中国的意涵。To prevent China from further eroding Taiwan's international support. We're using every tool that we have in the toolkit. You've seen that we've used our economic toolkit. 纪录片发言挺台湾，美国川普政府任内的国务卿庞贝奥，互人叫做是上优待国务卿。
伊伫咧任内若促成纪录片对台军售，替为进前国家撤销台美交往的限制。正正就传讲伊想要访问台湾，即马外交部证实，彭美瑶翁某将会伫咧3月初2到初5访问台湾，觐见总统蔡英文加各界人士交流。Pompeo 前国务卿来访，充分展现美国两党一致对台湾坚若磐石的支持，以及台湾跟美国全方位伙伴关系的紧密友好。彭美瑶这次是由远景基金会出面邀请，算是私人行程，将会发表演讲。根据了解，介伊最近来也有前美国国务卿政治规划办公室、中国政治规划首席顾问吴茂春，这也是伊这次来的另外一个重点。学者分析，彭美瑶这个时阵来就是要强化抗中挺台。那我觉得蓬佩奥这个时候来，当然一定程度也彰显出刚刚我所提到的共和党他一个挺台的一个立场的表现，而这个立场的表现不会随着乌克兰的危机有所消退，反而更为坚强。彭佩奥虽然已经退位国务卿，不过伫咧政坛犹原正活跃，最近是积极减肥，已经减掉超过40公斤。外界认为是伫咧为2024总统大选做准备。王志成认为，彭佩奥抗中的立场正明显，访问台湾也会替伊伫咧共和党内增加更加侪有利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卫生福利部今仔公告，福岛5县市的食品正式开放进口。行政长苏贞昌是强调讲，政府会用比国际愈较严格的规定来把关，请民众放心。我们对于相关的产品。政府也都是用比国际还严谨的规范，我们一定会依照相关的程序，严谨的处理把关。包括我们要加入的 CPTPP 的所有会员国，都是允许福岛的食品进口。台湾的经济，我们要走出去跟国际做贸易，所以希望国人同胞放心，政府会为食安把关，也请支持我们一起走出去。卫生福利部嘛强调讲，回归科学检验比国际标准愈较严格，要来为食品的安全把关哦。公告甲禁止特定地区进口，改做禁止特定的品项进口。针对有风险的物件，会要求提供辐射甲产地证明哦。搁有伫边境会一批一批来检验，发现无合规定，就会来退回还是销毁。再来看台中南屯的华兴托婴中心，去年2月有家长指控一个姓黄的老师虐待囡仔哦，后来又搁发现讲毋哪一个老师有虐待的行为，台中市长罗秀燕嘛出面道歉。昨又搁有家长指控讲，因一对双生仔嘛互老师虐待，市政府嘛按说要来加严处罚。也毋过教育团体是建议讲，除了加强通报的机制，托育人员的教育甲进修的制度，应该嘛是爱重新来检讨。台中市托婴中心最近亲自传出虐待囡仔，或者是有无适当照顾的情形。市长罗秀燕18对外来核实的，讲除了清查感受去签着通报，或者是暗砍其他的案件，嘛强调讲会加强托婴中心的稽查，甲加重裁罚。不过民众表示对托婴中心已经无信心。我是觉得没有，对啊，老师做还是会做啊，该做他们还是会偷偷来啊，都是被爆料出来的啊，这些被爆料啊，之前难道真的都不知道吗？造成小孩阴影是一辈子的事情。台中南屯华兴托婴中心，去年2月有查某婴仔被虐待，了后台中市府甲罚6万块。不过有家长伫18出面指控讲，监视画面内底，佫发现新的事情，发现几个老师哪像拢有使用暴力。台中市府2日早起召开专案调查，相关处分的名单嘛会伫会后公布。不过台中小连续发生几啊件相关的案件，日本基金会表示，除了社会局应该加强通报的机制，托育人员培养的方式嘛要重新检讨。你如果情绪很哭闹的时候，我给你隔离。好，那其实它不是那个，我想这个是对于行为主义派的误解。我们现在看到的影片都是把你关在一个暗室里面，专业养成的过程还是需要再检讨的。日本基金会认为讲，裁罚敢若是短期吓惊的作用尔，除了爱加强托育人员的进修制度，社会局对疑似的个案嘛拢爱扩大了解甲追踪。改变对高一个事件有通报，才有处理的模式以外，通报的流程甲认定的标准拢爱搁较透明，才会当阻挡类似的代志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经济部进行一个抗疫法修正草案，也毋过有执政党的立委就批评讲，这个修法的草案并无要求现在业者控管的等延期限，爱甲新申请的业者同款，拢爱取得原住民族的同意哦。经济部是表示讲，这个草案过一个期，会来听各界意见，再过来讨论。蔡政府积极处理阿年花莲新城山矿场争议，除了保证原住民族自相同意，官方嘛发布调查报告，调查嘛认为讲爱来修抗疫法。报几名民进党立委21号进行记者会质疑，经济部18号公告的抗疫法修正草案已过条文，虽然有依照原住民族基本法要求新申请的业者爱来办理原住民族自相同意，但是这部分并无要求原本业者的延长采矿权嘛爱来做安尼处理，并且自相同意的定数嘛无设定期限，会当无限期来办理。在矿权每一次的展现，都必须要来践行原住民族的咨商同意，务必要在一定的期限内完成原住民族的咨商同意权，否则就应该要予以停工。如果我们用现在预告版本里面这个咨商同意设计的做法的话，就落入了当时徐旭东说：“你的祖先已经帮你同意了，所以你没有资格再过问了。”不会说祖宗同意的永远不能改变哈。这个做法我们是可以接受这个观点，那我们回去以后会去思考哈，是不是用各种的配套措施来达到这个目的。经济部进步处长陈进基并无参考，刚会来修正草案，刚才讲会来做相关的配套措施，立委是无啥满意。因为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就行政措施，那我们是希望说一定要清楚的写在条文里面。现在这个阶段，我们预告委员还在广泛的收集各方的意见，然后，所以这边我没有办法在这边就做非常明确的承诺。这是为什么？委员听起来会有一点模糊，因为我们还在收集各方的意见。虽然无得到法案主管机关经济部确定的回应，不过3名立委拢强调，因拢提出相关的修法版本，未来立法审查的时阵因的立场未来改变。记者张志勇、张世嘉台北报道。最近国内工具机的出口是真旺，订单是接袂离哦。工具机工会预测讲，今年的产值甲出口会个创纪录，也毋过因为新台币一直在升值，所以汇准嘛个较准哦，也个有欠料甲欠工的问题，所以整体来讲哦，市场可能嘛无遐尼乐观。自动化机器手鼓把零件为仓库摕出来，经过几啊届加工的停输了后，再搁把成品放转去仓库内底，达成一站式原料甲成品放做伙。机械产业伫台湾出口产业是扮演真重要的角色。虽然捌因为新冠疫情，产业算断了真正力，不过为去年第一季开始复苏了后，今年出口达有达27亿8300万的美金，比2020年成长29.1%。工具机工会就预估，今年台湾机械设备产值甲出口值会持续创下新高。人讲台湾股啦，还是勇往直前，所以在21年我们呢逆势的成长了将近30%。如果汇率、物价、海运能够持续的稳定的话，那我想今年我们会增加我们的获利啊。柯文宪表示，因为各国政府拢真拍拼伫咧复苏经济，伫去年受疫情影响的需求，拢有机会会转换做大量的订单。不过，伫咧大量的订单一直约入来的时阵，受到汇率起、汇准塌伫咧港口、欠料，还佫有欠工等等事件的冲击，这因素互市场的经营是比英国还佫较无简单。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太过厉害了所以他们虚实的效应造成机械业的人才比较缺少，因为这个少子化所以渐渐会影响到机械业的这个人力的问题。魏灿文表示，台湾钢机具产业这2年伫疫情当中有变盘的趋势，不过运输的成本大起，嘛加减影响到产业整体的利润。汇准塌伫港口的问题，嘛百面和反应期也有交货期缩短。不过，各国对工具机产业持续成长，是拢表示乐观看待。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伫宁波的首都加德满都，昨有反对美国基础建设援助计划民众行上街头抗议，最后所发生暴力冲突。宁波的警方嘛出动催泪加速甲水炮车，强制驱离抗议的民众。几落百位抗议者想要冲过警方的封锁线，一直向前走。示威者突破警方的封锁线，甲警方发生冲突。
掩过防暴警察也用催泪瓦斯、也有水车来赶人，甚至一个大路顶用警棍拍人。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发生警民的冲突，州民将上街头抗议的原因是不满国会未批准一项由美国出钱的基础建设计划。2017年9月，美国甲尼泊尔签署建立挑战合作的协议。在这项基础建设援助计划内面，美国会提供5亿美金的贷款，也拿尼泊尔家己爱传1.3亿美金。两个国家会共同完成境内400公里的输电线，也个要起300公里的公路。不过，这项协议和尼泊尔联合政府内面的两大左派政党反对。尼泊尔共产党认为，这是北疆印太战略的一部分。若是通过，美军就会当正式证明尼泊尔会有侵害国家主权的嫌疑。也拿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伫咧19发新闻稿讲，两个国家已经建交75周年，5亿美金的贷款是美国人民的礼物，希望会当就此带予尼泊尔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时认为尼泊尔是民主国家，有权利会当决定是毋是要通过。另外，根据尼泊尔国家安全单位表示，伫咧去年11月所公布的一份机密报告内面讲，中国情报机构长期伫咧尼泊尔境内进行间谍的活动，甚至也个派人积极游说尼泊尔政客、记者甲相关人士，阻止尼泊尔加入美国所提出的基础建设计划。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来看已经95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患着病毒，也毋过症状是真轻，无啥影响。英国嘛按算讲，今仔要来宣布讲解除限制自由的防疫措施，嫌确诊者嘛毋免隔离咯。去年因为疫情停办的法国尼斯的嘉年华，今年恢复举办咯，现场是闹热滚滚。做过3剂疫苗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20新冠病毒体检阳性，这两头较轻，不如个未来1礼拜会伫个温莎堡行任责任，做的工课会较轻松。当一奥运闭幕，王室的网站发布消息，女王恭贺英国女子冰壶队摕到金牌，嘛俄罗查甫的冰壶队得到银牌。4天前，女王才甲人讲家己身体状况，去年10月伊才因为健康出问题住院。到温莎旅游的英国民众，当刚听到讲在位上介久，今年95岁英国女王确诊，伊嘛祝福伊早日健康。英国首相强森伫20表示，伫国家经历历史上上介困难的一个时期了后，刷落来大家都爱学习甲新冠病毒共存，并且讲咱当伫一个无共的世界，伊会伫21宣布目前还阁咧实施防疫的限制解除。也就是讲，英国会成做欧洲第一个互确诊者免国隔离的国家，嘛未阁有大规模的采检，人人会当转去办公室上班，找到信心。不过，专家对这表示烦恼，工党嘛认为讲，这摆还阁毋是时阵。认为安尼做是伫个战争结束进前宣布胜利。英格兰伫个目前有81%的大人做过第3剂。强生表示讲，这毋是爱所有的人免细字。新冠病毒同款是真危险，特别是遐个无做过疫苗的人。另外，政府嘛未继续逐个月开20亿英镑伫个体检顶悬。受到疫情影响停办的法国尼斯嘉年华，今年再度上场，顶一遍见到光环节游行，有遮尔闹热的气氛已经是2年前。今年主题是动物之王，火车顶悬有大型的动物造型，人人来配合盛装打扮。法国疫情较人西，2月开始嘛豆豆要解封，互我免阁挂喙痈，嘛当咧过和病毒共存的生活模式。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再来看咱国内的新闻哦，来看台南的国产牛肉受到消费者的介意哦，也毋过有民众发现讲台南有市场特别有皮牛肉，怀疑讲应该是业者家己抬的，介绍阁真俗，也毋过哦牛肉看起来品质是无介好，就向立委来检举哦。台南市农业局调查是指出讲，这个市场卖是合法屠宰的，农委会防检局嘛讲哦，卖有皮的牛肉并无违法。卖蔬菜菜单边仔摆出一个空间来卖牛肉，有丁江林伫台南的一大市场看到业者在卖国产牛肉，不过现场无看到屠宰证明，阁有伫涂骹咧分切牛肉，高度怀疑这肉品是无经过合法屠宰的蔬菜肉，继续更加是一般国产牛肉一半，会烦恼高品质的台南国产牛肉招牌会互影响。结核病非常严重，所以我很怕它这样被散播出去，会影响我们台南市肉品市场
的声誉。丁正林向立委举报，一支只牛肉无证明，无法度追溯来源。动保团体指出，目前相关资料无法度交客。魔鬼出在细节里面啊！那这个溯源制度，它只追溯到上一个来源厂，这个上源厂这个牛基资料跟政府的牛基资料是没有办法勾稽的。台南市农业局展开调查，表示并无发现有违法屠宰，到迄个市场嘛无看到咧卖牛肉，但有员强调，市府为着要互牛肉的屠宰更加现代化，已经投资几啊亿来更新设备。确实想要去把它改变，以前那种传统观念有过，我们就去改嘛。那没有的话，我们会持续来保障我们市民的这一个禽肉的一个消费安全。有关台南鲜花肉品市场对丁正林保证，绝对无带皮带骨的牛肉屠宰了后离场，但丁正林因相片来指控市场有人在卖。农委会防检局表示，卖带皮带骨的牛肉并无违法。记者林夏基文台北报道。这礼拜就要放礼拜连假咯，华人饭店的订房率已经超过8成，业者是认为讲已经真稳定，佮加上华人最近是无较真正的行踪，所以就请来真侪游客。新正大家无用煞，28连假华人的饭店佮民宿是拢封订了了。业者讲，因为华人差不多拢无较真正的行踪，而且疫情已经相对稳定，所以把握新正了后上尾一个连假出去佚佗，大家当然是想要来华人。我们整个会员的一个会员饭的一个住房，大概也有80%到85%左右，所以大概其实对于过年的期间可能比较忙碌，没有办法出游的客人，那可能在这一档连假的时候，就再出游来到花莲这边。咱那民宿的订房率嘛是预期8成左右，甚至佫较悬。不过28了后，订房率就明显降低。目前28连假里面，其实26、27目前协会的方面大概都已经到了8成、9成以上的住房率了。那28号当天因为收假了，所以住房率整个往下掉，几乎是1成左右的住房率而已。不过订房率悬嘛代表较会塞车。公路总局预估，28连假头一天苏花界路南的车流会达到高峰，高一天车流量按算会到14800只。连假的上尾一天是上北会较塞，差不多是13300只。天气出去佚佗的民众都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天气真寒哦，咱来看台南的温泉，伫顶礼拜六礼拜人是吵哦。台南市管理局是表示，关仔岭甲南西巨蛋温泉哦，饭店拢带超过9成。天气寒死死，不过温泉是俗乎乎。天气一变寒，温泉区就真羞耻。伫台南南西区的巨蛋温泉，有比神汤的名号，嘛受到侪旅客欢迎。尤其最近全台湾天气大降温，假日就热人丁。就是说刚好也遇到天气冷，好，来就又这个地方又非常的适当。天气冷嘛，大家一定会先想到泡温泉。订房率的话，到3月初几乎都是满房的状态。假日的话，游客数差不多在95%以上。就是天气冷嘛，这2日佫较特殊，佫兼落雨，温泉顶一个开老拢袂寒。毋那巨蛋温泉，台南北河关仔岭嘛有国际出名的土白温泉。天气一变寒，就侪旅客到关仔岭浸温泉，假日住房率超过9成，佮加上寒流的影响，规个关仔岭温泉区是热热滚滚。很舒服啊，而且这里空气啊各方面，空气很好，我很喜欢，尤其是下雨天，我觉得很好。在这2天呢，都双创下了相当亮眼的观光客的一个佳绩哦，住宿率都到9成以上，甚至全满的也不少哦。台南市观光旅游局调查。受到这波寒流的影响，台南市溪北地区、北河、后壁、东山等等的地区，假日时旅客约要6万人；山区、玉井、南西等等的景点，嘛有将近2万人。若刷落来，佫包括国定港灯节，会持续到28连假。是来也爱伫台南浪漫顶海的活动，持续到3月27，邀请民众做伙来体验。台南伫元宵节的活动犹原精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卑南的初鹿地区，最近批白伫要大出咯。农民是讲哦，这波寒流来甲拄啊好，毋来当来延长产期，果子卖愈较大粒，愈有节目，绩效应该卖袂歹。天气冷死死，农作物嘛真惊冷。不过即马台东卑南乡初鹿地区的鱼白大出，农民是愈慢愈有信心，因为伫初鹿山国种的这个中期早生种鱼白，伫去年无受到天然灾害的影响，伊开花正常，佮加上农民管理甲真好势，而且鱼白毋惊冷，生出来鱼白自然是大粒佮饱水。
这个一朵花上来的话，最少差不多有30-40颗了。但是我们为什么一直输到4-5颗？就是要让它同时间成熟。台东县种鱼白面积有150多公顷，错落地区就有30公顷。这是台东上早采收的鱼白地区，即马拄撞到寒流来，鱼白煞颠倒大较好。专家讲，气候反应颠倒会互这个鱼白伊色着较黑，安尼伊的鱼白果就更较好食。枇杷因为它本身就是比较耐低温的一个果实，所以在相对来讲，低温对它的发育是比较慢一点，但是对它的果实品质相对来讲是加分的。农民讲，目前初落的鱼白送到北农的拍卖价，行情伫一大斤150块至200块一卡刀，而且还会当采收到清明节遐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团队针对正歹医的胆道癌开发出新的治疗方式，会当来提升病人的存活率，嘛，互白血球检测副作用会当大大减少。咱做回来了解。是上腹痛、恶心呕吐，这就像我们一般的肠胃道不适发炎。腹肚顶关系会痛，或者是感觉扁白想要吐，袂少民众拢会就是讲是胃肠伫无爽快。不过这嘛可能是胆管癌的症状。根据统计，台湾伫108年，差不多有2300个人去治疗胆管癌。因为症状甲胃肠无爽快，胆结石是真小常，所以真恶伫早期发现。5年的存活率甚至伫10%以下。目前主要是采用国际标准复方 GC 化疗，不过效果有限。化学治疗的反应其实并没有到那么好。大家听到化疗就会想到吐，大部分就是来自于顺铂的这个毒性。这个处方第一个是对肾功能本身不是很好的病人就不太适合。而且长期使用就是肾毒性，大家都会比较担心。目前化疗 GC 用的药啊，是使用有健保给付、健德甲顺必，不过肿瘤明显有收缩的，敢若占25%的患者，中位存活期敢若有11.4个月，而且有1/4会发生严重的副作用。不过，国卫院团队等的单位合作研发改良型的 GS 也有 NGS 药方，会当提升整体中位存活率，而且发生副作用的几率嘛大大降低。化疗药物可以毒杀癌细胞，然后免疫治疗可以增加我们体内对抗癌细胞。我们目前统计是19个月，是非常有感觉的上升。那肿瘤缓解率也是一样，过去的处方大概都在25%上下，但是我们目前的肿瘤 NGS 的缓解率是45%。以 NGS 的药方来讲，临床试验收治48个患者，其中有3个人经过治疗了后，还佫成功把肿瘤挂掉，效果袂歹。可能会加做台湾胆管癌新的标准疗法，不过目前因为其中一个免疫治疗药啊，也无健保给付，所以治疗费用相对会较悬。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去年汽机车取缔案件有63000多件，拢是驾驶一边赛车，还是一边骑倒摆，一边看手机啊！警察就表示讲，虽然现在赛车甲骑倒摆看手机啊是会当处罚，也毋过哦，若是有使用固定手机啊的卡架啊、开单哦，就有争议。警察徛到货车的边啊，一直咧甲比手势，要求爱路边停车。驾驶一个看到警察行到手机啊，随放落来。我在那边停待转，就看你在用手机，然后骑过来，你还在讲。还有这个穿乌衫的骑士，伊伫警察的头前，哪骑车，搁哪头咧咧飞手机啊。其实无论是当红灯，也是讲咧行，驾驶若是看影片、回信息这行为，只要是手提手机啊，互发现到，安尼就会当甲处罚。还有真侪人会盗手机啊，给咧操作，其实这共款有可能会互人罚。就比较蛮困扰的这样子，对啊，我们这外送也是因为工作有需要的话才有这样。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因为安全啊，安全性可以啊。干那汽机车手提手机啊咧讲电话受到处罚，108年有37000多件，109年有77000多件，81年嘛有63000多件。警察表示讲，其实用菜的手机啊，给咧讲话嘛有风险。驾驶也是讲骑士，因为这个分心用手机也无注意到路的状况，同款是无安全。虽然道交条例有规定讲会当用其他危险方式赛车来甲裁罚，不过伫执行上也是有困难。依照目前现行的处罚的规定哦，那法条比较着重在是以手持的方式去做使用。如果开车的过程中，他是用手机架夹着，那只是单纯用手去拨动的话，那这部分我们在举例上会是比较有困难的。另外，伫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嘛讲到，
赛车的时阵禁止操作，也是讲看娱乐性的设备，这敢若有宣示性的规定，却无法则。警方建议要有明确的法则，不过部分的民众真倒弹，认为讲这掠甲伤严，是毋是要修法，也阁有讨论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南投信义的第二部落，最近推出马告的森林体验，带游客做家己做马告的芳水哦，嘛伫树林仔做瑜伽，互游客唔来当来了解布农族的文化，嘛会当来熟悉马告这个产业。就敢若咱去日本，就爱穿和服、日本衫同款。即马来到南投信义的第二部落，也当穿着正版本轮的传统服装，入去部落听导览佚佗，游客拢感觉真新鲜。这个布农族的这个族服的一个服装样式哦，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就是在平常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然后可以融入就是当地的文化的一个体验。信义乡的第二、双林、潭南、林和，互伫关注学生组日月潭部落。3年前开始发展马口产业，取规套的旅游安排，互游客穿本轮服装 ，DIY 套马口芳水，佮请部落族人带游客踅林道，了解大自然的马口生态。这几年呢，日管处一直在推香氛产业链。那香氛产业链呢，其实主要有3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实际上的马告的香氛、马告的香水，那还有第2个的产品呢是马告的 DIY 香水 DIY， 第3个呢其实也是最重要，叫做马告的森林游程。佮有伫树林内底做酒家，这嘛是日管处甲在地部落合作推出的五感解郁行程。就是会觉得心情就整个就放松下来，对，然后会有一种好像把自己的身心然后交到这片土地，然后土地也会用一种很有爱的方式，然后回到自己身上，然后看整个天空，然后看整个就是台湾山的树梢，会觉得就是台湾的土地真的很美。经过整合调整，马口芳气甲林道体验的旅游安排已经变得非常的澎湃。部落也真有信心，要继续发展出优质的观光行程，和在地产业通永续经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农委会高雄农改场最近举办全国林务甲草爱评价，要得奖毋那果子爱甜，食水爱把甜，向果子园安怎栽培，肥料安怎管理哦，平时拢爱了解。我们冠军得主是南州地区农会林元宗，恭喜！高雄农业改良场举办2021全国林务甲草爱评价，果子第一阶段要先经过农药残留的检测，才针对外观、重量、甜度甲口感来评分。接落来第2阶段审查栽培方式、肥料的管理。总共一句，想要调整实在无简单。今年的林务王是屏东南州乡的农民林元宗提起，伊已经参加6摆的评价，连续5档拢是第2名。今年第7摆参加，总算是顺利拼得冠军。我跟别人照顾联络的方法，应该大致都差不多了，但是我不会去看它的好坏，但是我每年都会去检讨今年的缺失。那草爱部分是高雄建造的农友赖良溪得冠军，因2人也甲大家分享种植经验甲感想。第1个就是你的基调管理，第2就是安尼白头发防治，第3项就是安尼肥皮管理吼。这3项你若讲做了足完整、足好当中，相信你的草爱去品质，各方面都会非常好吼。全国林务甲草爱评鉴今年是第12届，农改场表示。除了颁奖，也希望透过评鉴，和农友交流技术，行销各地头的农产。记者综合报道。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5度；中部地区上低11度，上悬14度。南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19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8度；外岛地区上低6度，上悬1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